来看一个细楼空军退役的上校，甲来现任的军官17个人哦，因为间谍案方起诉。警方规早佮发现讲，台北市松山指挥部一个负责总统行政专机空军1号姓陈少校嘛涉案，昨午方升压禁见咯。因为台湾的国强谍平均是判刑当半年，甲欧美各国平均是判19档哦，是真差真侪。强谍案持续炭烧。细楼的空军退役上校标出吸收6个现役的陆军、海军甲空军军官，7个人拢向起诉。检方进一步追查发现讲，负责总统行政专机空军1号的上指部嘛牵连在内，有姓陈少校涉案，遭到去方升压禁见。环境基金会董事长陈东山警告，这是严重的国安危机。讲咱国强调去方判刑，平均的刑度干那年半。甲欧美各国平均19年是差伤济。像我们立委的一些考察，我们去做专机的时候，他们是负责这个地勤的啊，所以等于他掌握了空军1号还有行政专机的所有行程啊。这个实际上是严重危害到国家安全的。近年来，我们发觉在保防工作还有反情报工作这上面有很多的漏洞。不将台湾面临上低刑度定了伤轻，地主法官就强谍案有轻判的空间。面对中国渗透咱政府民间四界拢是，江启臣认为讲，除了爱守法，政府有必要对组织性的强谍案，甲民众讲好清楚。不过其实国安法修法，去年5月就3读通过，经济间谍上重会当判12年，罚1亿。不过正义拖超过1年，新法还未上路，应该伫立委嘛看袂落去。目前还没有公布生效，坦白说，我们也觉得行政部门的脚步真的应该加快，相关的主责的部会应该尽速把需要这个定好的，包括尤其是这些关键技术的部分，赶快把它拿出方案来。陈建仁表示，强谍会当以目前国安法条文来审理甲裁罚，修法的部分目前要卡伫咧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还未认定。有台商烦恼讲，技术若是去用来做是核心关键技术，可能会违法。绿营立委柯志杰表示，法量伤轻是无陷害到，无法度有效果，呼吁中央都要赶紧修法，公告生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